欢喜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宜兰的惠登高中，伫全国高中篮球联赛摕下着一组的冠军。这全国总共是有400多支的球赛来参加比赛。这个惠登高中最后是以89比75拍败对方，摕下队史上第一组的冠军，嘛是宜兰县让25年后再一次摕下着冠军。宜兰县长林姿妙专工到学校来祝贺，这个球队的总教练嘛当场来兑现伊的承诺，来剃光头。宜兰县长林姿妙第一刀踢落去，教练笑甲真欢喜，因为带队球员摕到 HBL 男子组一级的冠军。教练讲，剃光头是要庆祝这个好消息。伫咧球场过来拍球，每一个球员拢配合甲真好。宜兰惠登高中为全国400多支球队拼到上尾啊，落尾手以89比75拍败兴华高中。到第一节、第二节都还在拉锯的时候，到了第3节，我们还是生龙活虎，对方都已经快没体力。球队用5个人做一队，交替上场，用体力跟车拼，才会赢这场比赛。其实到最后，我们球队是没有一个人拿下个人奖项，但是我们就是这连胜15场中，我们都是靠着团队，然后每个人都去发挥他擅长的东西。这摆唔那是球队头一份公赢，嘛是宜兰县等25年，佮一摆拼着冠军。宜兰县长林姿妙特别来现场甲因恭喜，嘛希望这个球员名次伫咧未来会当拼如何的成绩。